小姐係習慣每晚臨瞓之前唱幾首卡拉 OK 輕鬆一下先至瞓覺嘅。6號陳文韻小姐，佢每晚瞓覺都攬住佢啲心愛嘅寵物嚟一齊瞓嘅喎，唔知道佢嘅心愛寵物究竟係乜嘢嚟呢？7號慧晶小姐，慧小姐瞓覺之前，佢話最好係沖返個熱水涼，將一日嘅疲勞洗清晒啦。8號齊曉梅小姐，佢係習慣將睡房嘅燈光校到非常之柔和，佢話咁樣仲容易入睡好多，而且分分鐘會發個美夢喎。9號嘅黃楊小姐，每次瞓唔着嘅時候，都會打電話揾啲老友煲下電話粥，傾到瞓得着為止喎。10號國華小姐，佢話瞓覺之前千祈唔好食太飽，如果唔係就會發惡夢㗎喇。睇嚟佢一定係冇宵夜嘅習慣啊。11號嘅黃小飛小姐，佢話最快令佢入睡嘅方法就係數綿羊啦。不過通常佢係數唔到100就已經瞓着咗覺啦。12號宋紅艷小姐，佢話佢嘅睡房係同佢個名一樣，係紅色，而且紅得嚟非常之豔麗嘅。喺一個咁火辣辣嘅環境之下，佢瞓起覺上嚟就會覺得暖粒粒咯。13號嘅常欣小姐，佢份人非常之樂觀，一笪落床個頭都未掂到個枕頭，佢就已經瞓着㗎啦，都唔知失眠係何物啊！真係好命啊！
佳麗喺雪景嘅表現咧，真係全幅演繹獎。咁我哋首先請嗰啲佳麗出嚟，再 show 個 round 先。有請13位佳麗。好啦，咁啊佳麗啊到齊啦，咁啊應該要請啲頒獎嘉賓啦，係嘛？係，有請今晚我哋嘅評判之一劉嘉玲小姐為我哋頒呢個最佳睡前服嘅演繹獎。第2屆中華模特兒大賽嘅最佳睡前服演繹獎嘅得主係10號嘅郭華小姐，10號嘅郭華小姐。郭華小姐咧，芳齡20歲，喺濟南出世，有6尺高，最高係佢啦，132磅。恭喜郭小姐，多謝劉嘉玲小姐，非常之多謝。恭喜恭喜，多謝晒。睡前服原來要高先着到嘅咩？佢係着咗之後表現得甚佳，所以評判員咧就一致好評，俾咗呢個第1個獎佢啦。咁啊嗱，睇完睡前服咧，一陣翻嚟咧就有晚禮服喎。係。佢晚禮服出嚟同佢一齊喺個舞會度表演。馬偉明同佢哋設計啊，好睇啦！一舞傾城夢 party。好多謝大家嚟參加我呢個生日 party，多謝晒。